当期关心居住正义的招运团体，伫咧行政院通过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了后，因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推动囤房税。因认为有10间厝以上的大户，就要扣10%的房税才合理，若无是看不出有要改革决心。 行政院顶礼拜通过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规定房屋现值10万块以下免扣房屋税，以自然人，而且有3户为限制。但是对长期关心居住正义的招运团体来讲，政府其实是劣势放大，对囤厝炒房刷指点点。有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裴永凯用政府修正刑法，囤泡面爱关2档兼罚钱。 做对比，考试政府针对于影响年轻人更严重的他的居住的困难等等，那面对这样台湾很清楚有一个囤房现象的事实的时候，这时候我怎么就没有看到我们政府拿出相对的魄力？裴永凯讲，根据内政部去年底的统计，全国主体有4间以上的法人占12%，比自然人加10倍高，而且台湾税率税基收低，囤房的成本是全球上低，完全不合理。做伙开记者会，民众党团嘛提出房屋税条例囤厝条款修正草案，认为厝若是要家己住的，应该对原本的1.2%降到0.6%，若是持有10户以上的大户，就应该扣10%的房税，透过差别的税率压制炒房。我们只是提高了税率。 其实我们连税金目前还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税率拉到10%，并不是一个真的很可怕的数字，反而是说它才是一个只是抑制这个房价或者是抑制这种炒作的这个开始而已。立法院财政委员会2号要审查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朝野立委目前计将提出备案，嘛因为各界对推动囤房税有关有各种的意见，排审草案的论述调委民众嘛表示，会透过审查，爱财政部明确表态。记者陈雅文台北报道。